筷子基嘅蓮豐體育中心及蓮豐球場係居民嘅運動與休憩首選場所。此處原為賽狗而建，後來才延伸並發展成運動場。蓮豐體育中心最早原係海灘，20世紀先填成平地。1931年，有賭商見上海賽狗盛行，就喺望下山附近興建跑狗場。但狗場經營困難，至1940年政府收回土地，改建為528運動場，即華人慣稱嘅蓮豐球場。球場初期甚為簡陋，跑道為沙地，四周亦都冇圍牆，卻無礙佢成為社會嘅記憶。皆因球場落成後，澳門嘅大型足球賽事及各類運動會幾乎都在此展開。由中華教育會舉辦，規模更盛大嘅全澳學生運動大會，更多次在此舉行，係幾代人嘅青春印記。此外，球場亦都見證咗好多大型活動，如球王比利在澳獻技、鏡湖遊藝籌款大會、澳門各界救濟貧苦市民籌募大會，及後來為無證人士登記嘅龍的行動也在此發生。1963年，賽狗活動重新舉行，但仍保留該處嘅運動場功能。80年代後，政府加大對球場嘅投入，增建咗室內暖水游泳館，將蓮豐球場升級成體育中心，又將田徑場鋪以全天候泰坦跑道，提升田徑設施水平。後再擴建增設室內體育館，令中心成為較先進嘅大型體育活動場地。至今仍有好多校運會、體育課及訓練於此展開，使用率極高。而喺蓮豐體育中心入邊就係建有一座紀念碑，並且保留至今。而紀念碑上面分別刻有3組數字，分別就係1140、1640、1940。而其實就係代表住葡萄牙建國、復國同埋運動場落成嘅年份。不過呢個碑已經同中心融為一體，所以而家比較少人留意到。今日澳門賽狗已成歷史，留低嘅土地幾經斟酌後，終敲定為市民運動公園，並正式動工，喺將來以更現代化嘅面貌服務居民。